喺今晚7月15日嘅谷草夜賽有兩匹馬特別值得你留意。第一匹就係第二場4班谷草1200米嘅9號馬天下寵兒。點解呢匹馬值得你留意？如果你去第二場嘅實力馬嗰度，你會見到呢場嘅短途賽係缺乏放頭馬。呢匹嘅精益大師係唯一係放過頭入 Q 嘅馬，但係佢今次排11檔，同埋佢個入 Q 兩個指數都係負嘅，咁即係話呢匹唔係一匹強嘅放頭同程實力馬，咁即係話冇乜放頭馬嘅情況之下，咬喺前面走末段識得加速或者做正指數嘅同程實力馬係特別有利嘅。天下寵兒啊屬於呢類馬啦，佢前仗喺呢個路程自己係放，係咪係用一個快步速嘅賽事放頭入 Q 做正嘅時間指數，跟住上仗又係入 Q 僅僅負短頭位嘅啫。呢仗咧佢就係咬住嘅2位，呢仗嘅步速係中等嘅步速，佢末段係識得加速做正指數嘅。咁即係話喺呢場缺乏放頭馬嘅情況之下，呢匹天下寵兒又可以放，又可以咬住個前邊。如果自己放，佢又識得做正嘅時間指數。如果佢咬喺前邊，如果步速唔快，佢末段又識得加速。因此呢匹嘅真正嘅同程實力馬喺呢場嘅谷草1200米嗰個形勢係極之有利嘅。因此今日第一匹值得你留意嘅馬就係第二場9號嘅天下寵兒。當然呢匹馬值得你考慮攞嚟做馬膽。而今晚第二匹值得你留意嘅馬就係第9場3班谷草1200米嘅1號馬東來欣賞啦。點解呢匹馬值得你留意？如果你去呢場嘅賽事，你會見到呢場係有放頭馬嘅，係咪？仁和家興同埋順藝快車都係放頭嘅，咁即係話呢場係有啲步速啦。因此咬住中間位置末段識得加速、具備加速能力嘅同程實力馬就值得留意啦。喺呢場嘅賽事，呢匹嘅東來欣賞就特別值得你留意。點解？雖然佢係排9檔但係佢嘅跑法正正係中字型。佢大前仗排5檔，喺住個咬住個中後少少嘅位置，係咪？而末段識得加速，係一場快步速嘅賽事下，佢末段識得加速而入 Q 嘅。而且喺呢場嘅賽事，佢係走大外跌3跌望空，咁即係話呢匹馬喺外跌走望空佢都唔怕，即使嗰場嘅步速係偏快。跟住前仗佢排8檔啦，係咪？同今仗係差唔多，佢又係咬住個中間位置走。呢場嘅賽事亦都係快步速嘅賽事。呢場佢又係末段識得加速而贏嘅，輕勝嘅，做正嘅末段指數時間之後亦都係正嘅。跟住再嚟到上仗加分加磅之後，佢排4檔呢場又係咬住個中間位置，又係喺一場快步速嘅入邊。佢末段又係識得加速做正指數而入 Q 嘅，咁即係話呢匹馬上3仗跑同程全部都喺度，而且佢係正宗嘅中字型，末段識得加速嘅馬匹。更何況呢場773場次係一場較為強嘅賽事嚟嘅，你可以去第9場呢個位打773。佢輸嗰匹頭馬叫做觀眾之力，觀眾之力輸將再出同程係入 Q 嘅，而俾佢贏嗰匹跑第3嘅馬達輸將喺田草1000米更加強嘅路程都係贏嘅。換言之喺呢場嘅賽事，呢匹嘅東來欣賞3場都喺度，而且佢嘅跑法正正係適合呢場嗰個步速形勢嘅。因此第2匹值得你留意嘅馬就第9場嘅1號東來欣賞。同樣地，呢匹馬亦都值得你考慮攞嚟做馬膽嘅。如果你仲未有職業牌嘅計算表贏錢版嘅話，我就建議你依家嗱臨即刻擁有啦。擁有贏錢版非常容易，你只需要掃一掃呢度嘅二維碼，你就可以即刻擁有啦。記住，千祈唔好錯過
嚟緊賽事只需要用幾百蚊落注而可以贏過萬嘅機會。